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115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9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9。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3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3。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6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6。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7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7。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7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7。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6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6。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1。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6號、7號、27號、36號、39號、43號，而特別號碼係1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嘅。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